武术运动哈，讲实在话，我对那个安尼体育运动哈，动有兴趣啦。所以讲，我掌查的学掌查的同时，我就本身呢，就开始同步进行，一般学查，一般学也武艺的个基础也在那个通作。16、17岁开始练，练到差不多27、8岁开始就接触一个格斗的一个运动，一个体育运动。所以讲起来咧，也练武术的时间差不多30来年的时间。目前因为我有当好的老师咧，武林宗师王金万咧，王金万嘅武林宗师咧，就讲来讲，练武的人咧，怎样的来来防止也运动伤害咧。所以讲一般都练到一项係按多岁来咧，目前为止咧，冇乜个运动伤害。认真的运动对身体绝对有好处的，侵占。一个格斗唔得看谈到讲啊，格斗王嘛，格斗就强大，打赢算赢，强大打输赢就唔是练的，打一天就打赢。所以讲也练等练到一个长途来，佢一天强大一天会赢，冇练一天唔会赢。所以讲也个运动咧，係很好的体育运动。所以我也就睇下讲，我练铁的肌力、钢的训练咧，训练出来嘅，不论你比赛也好，你吹诺拜人人来行路也好，清楚对身体有100%的好处。左边锤是右边，右片。过去啊，咱中华民国蒋中正年代啦吼，迄个年代是号做国术，国术内底有对拍规则吼，足开放的，竞赛规则足开放，啥物所在拢会使拍呢。即马现有的亚运会内底有一个武术，武术是啥？毋是对拍，是干那行拳花招美感，干那跳舞美感尔。武术内底是，若有拍是干那散打尔，散打是手无掂拳头舞的，安尼用安尼拍刮的就对了，安尼毋才是散打。因即马散打内底嘛是掂拳头舞的啊，嘛是掂拳头舞，但是伊一寡较大力的，若伤过大力是犯规呢，爱取消资格。快！我这边咧推广的是啥？武艺，武艺就是超过这个拳术，就是讲，毋是干那安尼尔，毋是干那力伊美安尼尔，你都要搁再超过先才有法度练到内涵。你若有练的人毋是安尼毋是行路先感变。你无看，即马咱台湾伫推展武术卡袂着啦，你甲人三招问啦，师傅你好，拳头舞停起来，迄若较无当来惊呢，迄拳头舞安尼搁先敢停安尼，目睭搁当掠你金过，师傅你好，迄是错误的，这个教育是错误的，所以我才伫练无共款。我感觉讲，练武术可以修身养性，个提升人的个韧力啦。因为人生呢，路很多来行的，经常会遇到困难，经常会遇到无好的事情。有安尼艰苦的训练以后呢，相信呢，也遇到某个事情呢，人就可以来用韧力来行过也困难。所以也我练武也感觉。安尼喺清代嘅俗语，练武术一天二的发扬光大，本也传承下去咧，对人家的客家界咧也好，所有后生人也好，一定有当好嘅个发展，对下一位事业，对人生有很好嘅帮助。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水神，欢迎收看今晡嘅暗乡风化吼。睇話從嘅影片當中都在提到講，今晡呢，佢唱到嘅特別來賓呢，嘅身體非常嘅健康哦，非常嘅勇哦，來到現場嘅，除了係今晡嘅男主角吼。彭灣他彭太哥以外，韓國又叫唱到佢嘅師傅啦，吼。先來介紹彭灣他彭太哥，彭太哥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呦，你看人家講話吼都有練咧，哦，都提講練武嘅人吼，確實係無強樣。嗱我依陣吼，我哋介紹嘅係佢嘅師傅吼，王建萬，講客家人講萬呢字嘅萬啦，吼，王建萬，王先生，王師傅。大家好。看到看到吳老師哦，你嘅體格就知影你是練武嘅人吼。一般嘅觀眾吼，都會感覺講武藝同個武術有乜嘅無強樣，武技甲武術有啥無共嘅所在？武術啊，武術是若用體育來講，我們若用體育來講哦，武術是一個休閒運動。國術內底哦，愛講體育運動。早期就練拳頭也得，吼，像中海就練拳頭，吼，學也得，吼，一般的嘅像跆拳道也得嘅打法，當到嘅部分當到練嘅就係練，吼，幾多練，所以講咧，練到未來嘅時間就變得較硬高型，吼，就一型固定的咧，武藝咧練到無型。像我師傅講叫做攤，叫無攤嘅，練到無形，所以講變到有乜嘅動作嘅時節，已經打出來，想到都打出來，頭腦已經唔係用想嘅，用刺眼反應，刺眼嘅反射，所以你一個咧個刺眼嘅人嘅身體嘅個動作，自然就出來，所以也當然嘅長途來出，我都變到講吼，武藝嘅長途當然較無形嘅，吼，就講練到一個長途。爐火純青那個時代，將會進階到武藝，所以講你當然講要學拳頭，實在講起來有得當到咧，練皮毛、練形嘅，蠻多人嘅長途。安樣辦？迄學手藝茶個上個叫學嘅武藝，心機啦，錯。都係講，迄乜嘅原因吼，乜嘅機會來認識王師傅？一講起來也好多年了，吼。也清早嘅時期咧，漲茶嘅時節，就因為以前都邊口咧，邊口嘅時節，因為我哋漲茶，我哋消防灣，消防灣，幾多嘅茶費都冇愛做，因為佢也喺上跳嘅，讓我出感覺講，有利用嘅，練下牛頭把以後。因為練油頭，人家體格安尼5段咧吼，伊個個伊做得就練，比講了100、200、300，就走去練油頭。練油頭嘅時間咧，因為有練，一關係啦，知道身體要動流量，我橋到唔多跌倒也唔會輸手，所以也親好嘅運動。所以因為安尼時間，我個師傅咧，特別同油頭睇比賽，尤其全國性比賽就會出現。來做雙級嘅指導，也係所有嘅也嘅體會嘅用於嘅會長，所以我對佢印象當深。有擺就講，了解講，我也慢慢嚟落去天時就流行，也方面就也摔跤，摔跤運動，還有嘅國術嘅也嘅那個全國嘅國術。有個國術嘅項目嘅項目嘅擂台錦標賽，所以講按當道都感覺講，也個運動也非常嘅好，就按呢情形來行進一步到我個心臟嘅托幹咧，來拜我師傅來做師傅來學習一個結合一個武藝，來學習一部分嘅也講較難聽嗰種上打技術啦，我師傅本身咧也應該。像憲兵特勤隊、夜鷹特勤隊，佢係嘅武術嘅高官，總教官，所以講佢對嗰個格鬥王格鬥武藝方面咧，
国家的评级做个务实的高管。所以你在3月份的10月庆典也个总统府顺丰也表演也都战术运通嘞，也当到个当精英的个种子诶，常常也输教。所以我也头一部分要学到一方面的个技术，最重要就係大洋宣揚。也冇乜個啊，又要做唔得，佢要做唔得。唔看也個記錄就看得出，我就練較實際啦。唔看練下拳頭，係一hand到係大，所以講也個練安尼運動，體育運動咧，我就偏好安尼方面嘅運動。所以做到一下感覺咧，都安尼年嚟咧，係心黐黐嘅。來看吼，彭太公看有練武面人、練武術嘅人都提講，唔該身體吼，個氣血嘅循環吼，當好，你應該滿面攏有金嘅吼，佢唔要形容啦，看嘢都身體當健康。到底呢？外地吼，應該王師傅係當有名世界級嘅師傅，像台灣彭太公講，佢係國家嘅總教練，吼，人個佢到底要拿個乜嘅獎吼？能夠要王師傅佢係咩屬徒弟嘅吼，屬師嘅吼，係會看條件，到底呢？佢個按有名嘅世界級嘅師傅吼，係樣辦屬嘅徒弟啊，嘅師嘅啦吼，休息幾個鐘頭講。個十萬啊，塞頭啊硬啊！係哦，哦，一真要達到佢不甜筒嚇，唔記你嘅訪問嘅量嘅數字一高高啊，啱高高嘅，所以達到10萬蚊腳白棍嘅嚇，生意當吹嚇，我達到10萬蚊咧，啊地步誒乜東棍嚇，佢愛時間。咁樣到咗嚟安平風化嘅現場，台灣呢同個彭太公吼有講到吼，其實呢佢係因為尋到佢嘅師傅吼，王太師學習到當道，不過佢嘅過程吼，其實呢師傅尋嘅師嘅吼，咪係有條件嘅限制吼，咪係講搭沙落嘅時間唔到，唔可以擺礙到人先，像礙吼，那講一擺嘅王太師做師傅吼，佢某一天要先出礙啦。到底係樣辦咧？現來請問到嘅王太師，黃大師，我要請教你，就是講，你選徒弟啊吼，為什麼喺當中會選到彭大哥？彭大哥伊這種嘅徒弟啊，甲我這種嘅徒弟吼，是毋是我若要拜你為師，是毋是有這個條件？因為你選徒弟有啥物款嘅條件限制無？應該吼無限制條件啦吼，但是我有一個怪癖啦，怪癖就是講，什麼怪癖？怪癖就是講。看你歡喜無喲？毋是，看即個人啦，即個囡仔即馬來要報名吼，伊毋管伊大箍細漢瘦啦吼，還是做歹囡仔攏無要緊啦。來吼，我安尼幾句話，我才會感覺即個該我甲訓練，甲無該甲訓練，吼，甲學費無共款，吼，甲學費無關係。因為安怎啦？即個囡仔，第一，我若甲伊講幾句話。伊即個是要來真正要練的，也是講真正來遮要歡喜一下，吼，敢若俱樂部安尼來安尼歡喜一下。上第一好，就是講即個人莫去甲別人連着，因為伊迄個理念甲我即馬遮要教的理念無共，吼，理念無共的時，伊要練的人。練袂條，可能有主觀的意識喺內底。但身材部分會咁重要？身材無重要，我顛倒愛練迄款上瘦的，上細塊的，閣袂大漢的。袂大漢的。袂大漢啦，拄當佇伊發育哦，伊有看迄個彭阿頭有看到，伊拄當要互我發育哦，拄佇國中的。吼，下半年要升高中的，來到高中的下半年哦，陣啊大隻大漢。因安怎？我來甲訓練，吼，轉去腹肚枵咬食，閣正常練忝，轉去功課做煞隨困，無其他。就算講伊當在當請的時陣，迄當陣因為有運動，像你這種的有體力的這個鍛鍊了，就咬大漢。練忝伊轉去就無其他，頭殼思想攏無其他。
明仔载要搁做个工课尔，啊，所以发育就会紧。所以老师，我请教，若像我这种惊甲人相拍的吼，啊，因为我若讲人要甲我相拍的时候，我会讲我是输啦，啊，我就不爱甲人拍。这种的人，我有适合练无？即款的才都爱练。啊，伊安怎啦？嘿，咱干的像讲啊，我是拢拍输人，哦，无迄个勇气，哦，就无自信啦，哎我无自信嘛，哦，啊，老母生好咱无自信，免哪会使？对对。哦，都安尼。王太师点出我的问题，对我无自信。吼，拍来讲，我请问，唔该，好似要歌唱当中，伊开始后的时间，要感觉到辛苦嘛？也真嘅也辛苦啦。张奎是超体能，也超体能的时间像大沙包，像台湾个样片就看得到。个沙包沙特别硬啦，所以打到沙包要逼滚的声音当吹个打到沙包要安尼，地包安尼要咚滚个要时间啦，真也要时间，所以真也练轻辛苦就还把大沙包轻辛苦。过来就来。也个练拳头移动打法要轻辛苦，所以练的辛苦，他把没人再讲的，说真件，同爱师傅的好个时间的，我感觉讲有按多的辛苦的好出来出到安尼像头下讲的，这个信心就有，个本身都沙飞都行通的时间的用个艰苦咩唔会比大沙包较艰苦，用个艰苦咩唔会比训练也。都个到训练也个运动的也体育运动的时间，各种的痛苦咧，唔会感觉比个痛苦，所以练有个人咧，真有练有神的，都沙皮上行通咧，就会感觉讲，哪个事情就较有处理，哪个事情就轻简单。唔该当时讲练的歌唱当中让唔感觉当辛苦个辛苦无法度形容。唔识曾经讲想讲推出某一个项目，该学习嘅。也个部分可能个性的问题，我个性较唔会有安尼嘅想法。所以我从打拳头就好。打到拳头到地步个软骨打别烂。打别烂。要流血冇？我皮要流。流脱以后，个拳带薄再打。所以拳一打到有一条长途咧，一天要经过一个过程。个骨头唔会受伤。我受伤就也因为就要当软骨。他把人处理的时间，我感觉讲，当现。他把来的，所以也个拳头他把好个时间的，我师傅就讲，学冲拳的，3把会打。也个重量训练要做。安尼落去这件比赛的时间一上场受到拳的个对方选手当脚就完脱，所以讲一下就分脱。也都大时间无用手套个拳头的。也手套有当用用泡个牛皮做的个手套我地包有用拳带绑的，我打到骨头间我打开了，所以讲也有拳带绑不现。当皮套当套上去，当拿到皮套了，先练个人硬沙包打。一礼拜当日弄去打。以前做选手的时间，礼拜一到礼拜六，你当日打。礼拜日去练体能，做也个较像那个心脏的观音山个硬汉杯。专门做硬汉林个阶梯，安尼中午时间呢，也好当主题来做练心操。你若用迄款特别训练特别训练，严格训练伊内底的人，毋是讲我今日来留换着，内底都要照我的规矩。我有一个tempo，一个规矩就对了。这个一定都要安怎练，爱怎？你真喘我知影你真喘，强要昏去我阁不爱互你休。伊都爱伫我道馆就是遮严格。我这若练的学生，若练得调练到尾毋管你大人，较早你做男娃囡仔，毋正囡仔，来我这练，即摆若出去，安尼抬头挺胸。人讲你从啥头壳会晓安尼掂尔？
变话诚少，但是人格无共，气势，人格拢无共，迄个质拢走出来。啊，师傅在显人，人格也真重要啦，吼，有人格吼，个像伊遐当到后生啊，像出妈宝吼，宝妈妈宝，嘿啦，所以讲伢唔得，也打唔得，也讲唔得，所以遐后生啊变到讲，较无办法来好好的教啦。但是我透过伫本我师傅咧，在教一个学生啊，吼，有的迄爱就来带，我师傅做一个指导，吼，爱就来带，所以一个后生爱当到咧，真嘅也一难教。但是还係少部分當優秀，當優秀就去練，尤其暑假期間咧，來學人貼喺度，所以講特別當年嘅暑假咧，來43地方可能嚴到睇14到8到13到15左右嘅較優秀嘅學生嘅。來繼續嚟訓練，繼續嚟，其他就要淘汰。其實練武都係鍛鍊自家嘅身體啦，吼。一方面練武嘅人其實那講做係修身養性啦，吼。練武起來唔係講主動人都係讓人來上打，其實咧係來鍛鍊自家嘅身體以外，咪修養自家嘅身心吼，也咪當好。唔過喺練武嘅過程當中咧，有可能有個受傷嘅情形，到底喺練習嘅過程當中，按樣嘅來避免講叫叫受傷嘅情形吼，休息期後再過來講。我師傅本來就係清太觀念，就叫按樣做出家。今練嘅時間，除咗當多嘅艱苦，聽師傅按當年來咧，我師傅就講，哎呀，講像來到踢球，本有得按好嘅機會，唔好浪費人嘅生命。同樣都在暗鄉風化嘅現場基本有請到兩位大師有樣有人哋講練武其實呢有樣係唔會差嘅一個運動嘅方式，去強健自家嘅身體不過喺練習嘅過程當中，難免會來受傷嘅情形，人都係請問彭大哥，喺過程當中，你曾經有受傷過冇？係樣辦？來保護自家，盡量冇受傷。其實講嘅咧，受傷運動咧一定會受傷。係。像打拳頭樣嘅，有的個拳頭也好，手腳冇受傷冇安尼長途嘅過程一練唔好。我命都要痛又唔敢練，根本就冇辦法練嘅。像打鐵嘅硬沙包樣、鐵沙包樣嘅，打鐵沙包輸，千祈萬人拳頭嘅，人骨膜一定會全爛嘛。唔愛冇練，較好的就強強打就好，就唔是打到硬地嘅沙包嘛。唔愛出力打到佢有安尼實力出來，你點會受傷？所以受傷係難免的但是太受傷咧，我照師傅嘅練法來練咧，基本上也意識啦，因為佢會搞到樣嘅打法會有保護嘅作用有加黏理材啦。但是有的受傷嘅，通通嘅練，用聽練通通嘅練，唔好講也通講也有樣嘅叫樣嘅，像以前做企業講，你拳頭去打一個轉咧，一切石頭，一打切玻璃，也輸樣冇做喺法頭，會變長命，哪有？佢以前老人家講，你拳頭見打嘅。打呀就沙包，冇做喺牆體咯，做唔安尼打打到50人時冇感覺，冇做喺牆體。冇感覺。後擺就味道人哋冇保護生人嘅本做一隻安尼，冇人嚟打，冇做喺打快踢，所以也係老人家嘅想法，佢嘅保護嘅講法啦。其實身體越練會越健康。越強壯啦，對啦，鏡頭本來就安尼係啊。運動過度，人嘅乳酸就會走出來。佢正常，也通到練冇啦。乳酸堆積啦。係啦，所以講後擺練已經就炒到天熱轉起以後，
也就讲也通过通就冇办法练的。黄师傅，我请教你来讲，一般来讲，这运动伤害吼，当然像彭大师、彭大哥吼，伊是讲伊无啦，伊咧过程当中有小的受伤有，但是大受伤无。你咧教的这训练过程当中，是毋是嘛真注重对这方面的这个练习的人的一个保护？要安怎互伊减轻这个伤害啦吼？运动普通若是干那练习这个伤害，会使讲零啦，那比赛才有啦吼。若你干那你要练的时，若你会晓教的人，你本身是练出来人，做过选手的人，伊这个绝对零的啦。安怎？伊这有一个规矩的tempo步。你练倒一部分，先好准备运动，肉烧以外，骨头烧以外，敢若参照咱火车咧走安尼，慢慢啊启动就砰砰砰砰砰安尼。所以阮即个运动，你若知影这个方法的时阵，受伤若受伤会使讲是比赛才会受伤，若无是零啦。旁来讲请问，你也着讲解武艺，你感觉师傅教本个武艺个精神系嘛解？讲起来咧，我师傅本来就会清太观念，就叫一样做出家，食材运动讲食材就练人出家嘅个精神练出家嘅意志力咧也经练的时间就会当多嘅艰苦当多嘅冇顺息嘅地方，比赛没有可能会必输小大没有可能会大输啦。所以讲，伊个按照听师傅按当年来的，我师傅就讲，讲像来到踢球本一直有得好嘅机会，唔好浪费人嘅生命，而好来利用人嘅生命来表出出家嘅一种嘅人格上嘅品质，身体上嘅健康，来认真来服务社会，认真来做出家。係唔係認為唔學習以後吼，都會親像係天下心，就講那騙人來壓人嘅時間，盡量都小心用心，都想講原來唔好通人講唔樣辦，唔都讀書去都同人打起來，係咪按改變？講起來也真嘅藝師傅也黑白也有教育嘅。社會本來就有的事情實在是有的人惡卡人嘅傾倒，人家唔好講去欺負人輕重要人家冇俾人欺負，就有人講咧，唔練武唔怕伊來打，俾人打怕唔怕，我講練武你俾人打唔得，盲打到可能就要先打人了，也甚至講唔係講來欺負我，可能唔係講心態問題，我哋就唔可以去參。但是我認為講有個事情，影響我意態嘅事情，就唔可以搶嘅。你講下人我樣欺負我就唔怕，我原來實際我練武嘅人都要搶我到嘅想法地步咧，我本人打唔得啦。你個打我真係本人打唔得。我講實在，下巴讀到就變嘅。所以我師傅下巴一方面嘅觀念本來就，所以要一個保護自家嘅一種方式。唔練習到一下，唔講要幾久嘅時間咧？我講早期咧，我就練流拖啦，流拖早期，因為練流拖早期到邊條練流拖是也一順勢啦，加上攤加攤嘅，附帶啦因為練流拖關係來認識我嘅師傅，講嘅我左邊轉來真正練也武藝咧喺左邊轉來開始練到一下。安尼嘛有20年有20-30年了。20年來吼，曾經冇生意去打上片嘢嘛？目前為止比賽人打到輸團體嚴重受傷，頭腦部食材也唔是多多。下巴真嘅要查貨嘛行下來，有一擺就會講，後生係乒乒滾，因為我做裝叉嘛，佢讀到後生輕滾，我因為有練武，我冇老幾囉囉嗦嗦，一過咧吊滾，一過咧我就強一背天天，
讲甲伊讲佢蹲喺天下讲佢输样啊，看甲输团体咧，输团体咧。哎呦，啊讲你做乜嘅？真件就看下真件输咗团体咧。啊上来安尼拍又输哩太重，唔到得背到。啊，佢有可能要扯骨头。啊，所以讲安尼像样讲，也唔係講係打機。錯，該保護出家啦，吼，記錄技術啊，所以啊，人人我所咪強樣啊，世界輸安尼個你聽啊在下，冇人演，因為演啊骨頭演快啲就麻煩。所以也啊不連會人就注意嘅地方。錯，有樣。該安尼唔講，以後我也唔敢同博士嘅。好，那時我要請教你啦，吼，就是講，因為我拄則伫甲迄個彭大哥伫講嘅時候講，啊，你是毋是攏會甲伊教講啊？譬如講，這是修身養性嘛，吼，啊，當然練習過程當中難免會受傷，啊，有時陣啊，那甲人即個過程當中是毋是拍嘅時陣，咱袂應該攏袂去主動去想要甲人攻擊嘛，就是一種保護家己嘅。這種原則啦，是毋是攏安尼？你教到底啊是攏安尼？應該都安來講啦吼，因為社會啦吼，有當時啊，真歹講哦，要安怎發生真歹講啦吼，要安怎發生真歹講啦吼。啊，若當到即個發生的時陣，有當時啊吼，安尼手甲安尼吼，伊都要向陽要甲咱安怎，咱手安尼舉者伊倒落去。哦，我捌當到安尼啦，哦，就是講。伊毋知要安怎甲咱安尼，當然我即馬就要保護家己，手甲若爬勢就倒落啊咧。哦，你若有練的是安尼啊。對。哦，啊你若無練的哦，無練的你手爬，你拄着，你換你家己着。家己倒落去，毋是對方倒落去。毋是對方倒，都愛用即個來講嘛。啊，閣再吼，像最近發生啊，最近我一個學生吼。伫咧賣迄款迄個奶茶迄款的咯，啊，伊隔壁拄好一個哦，要食宵夜啊，去偷摕物件，啊，毋是偷摕伊本人，是伊甲偷去共咱叫門有無？伊都甲喊聲，啊喊聲伊就唔愛插伊，伊先啊刷來吼，刷來甲整落他倒落來。哦，啊，這種嘅就是講為着社會公義正義在做嘅啦吼。聽我王太司佢講嘅都講，有時候唔係講人哋攻擊人，係講人哋攻擊人嘅時間，啊，因為有兩個人啊，佢出面吼攏塌台，一擺過去，對方跌下去都輸上嘅。啊，個有吼，有時拄到有個出嚟，啊，佢要偷拿東西，啊，佢那過去嘅時間打一拳，結果對方吼都倒退嚟，掹退嚟吼，也仲係前年嘅球啦。啊，大部分嚟講，絕對嘛唔會主動來攻擊別人啦，吼，也都會講戀護嘅人嘅個基本嘅精神啦，吼。好，休息以後，定家長嚟講。去到日本的時間，哦，同樣日本人嚟對練咧，練到褲帶冇好勢咧，落踢咧，哦，從大夫看得到咧，哦，看得若隱若現咧，又唔敢認輸啦，就打到吼，大夫都踢啦，吼，原來出錢老師傅嘅敗啦。歡迎到咗嚟暗鄉風化嘅現場哦，今日請到兩位大使來吼，其實吼，我攏講，哎呦，我吼有意義咯，那同佢博士嘅時間，我算唔了團體喎，因為我無動無力咯，看起來175公分吼，其實吼唔耐打啦，佢也就可能輸100吼，我都要輸團體咧。請問哦，彭太哥，唔該，你係咪過長同也安尼20-30年來吼，有冇去讀到奇妙嘅事情冇？講個奇妙啊，有得一奇妙啦，吼，有擺我日本嘅片那個師兄弟開館，開館後我就師兄弟就過去那個日本我哋師兄係日本人，日本來台灣打來台灣來踢館，踢到踢館吼，台灣睇到台灣面，冇一件贏佢嘅啦，哦，有日本人親好咧。講嗰時候體委會啊，那個體育單位咧，推薦來讓我嘅師傅嘅討論來對練來交流，來技術交流，其實就踢館嘛，啊，因為安尼關係咧，吼，
因为铁管就无损失嘛，本来个师兄大多开天下下，班牙师傅做师傅啦。哎呦，所以讲一个师兄咧，因为安尼情形之下咧，来台湾到日本嗰邊嚟受學，來台灣學幾廿年那個師傅教嘅功夫。都係天王師傅啦。係學係講起日本人係個師兄嚇。係啊。所以日本轉日本以後，佢係牙科嘅醫生很嚴重。哎呦。木卡森係當有錢嘅人。日本佢開得托管。今日嘅千學教就講去到日本嘅時間。同家日本人來對練咧，練到褲帶無好勢咧，落鐵咧，從大夫看得到咧，看得若隱若現咧，又唔敢認輸啦，就打到大夫都鐵啦，俺出千老師傅給擺啦，就給俺知道，給擺，因為日本人同嗰時候佢一派日本吹來對練，因為嗰時候俺也打贏日本嘅雜誌也有出來，就給擺嘅情形又排泄。大夫又要來，又要打，個裁判個要打羊酸羊打羊酸羊，所以冇講時間限制咧，打到輸為止。所以講也個打法嘅時候還是千奇米啦。那俺嚟講，其他打到講，佢嘅大夫嘅都要落嚟，佢做嘅係臨時像打球咁樣，簽田安尼哦，做啲安尼。冇我都唔好安尼上班。唔係，規天咁做啲安尼。嗰時候我算。那中國武藝進進飛同日本分飛，也係一雙眼就會嘅飛嘅分飛同日本，所以我個時冇講停，我就唔可以停啊。我先見打到水夫見到啦，所以嗰千七米就成千一百啦。其他嘅時間一般就辛苦較多啦，也冇乜個千米好受嘅地方啦，也有人嘅練習嘅過程當然係同辛苦啦。我都想講。那講國際上嘅比賽時間，拄到嘅係情形，咁做得講簽田啊？個實際也係裁判講啦，也唔免講嘅啦。因為佢冇大夫嘅。大夫佢留下來，當然佢就喊暫停。但是佢擺喺開幕個設計嘅討論開幕，要批 V 落去討論 ，V 落嘅也個打到一半，實在大夫會落下來。還繼續播也係千千米嘅，實在有樣哦。係啊，人睇到。做喺度個看到嘅。做啊，確實有樣。咁好地唔係國際上嘅比賽啦，國際上嘅比賽我哋上個嗬，佢嘅教練啊，或者嘅裁判嗬，都一定要先講簽停啦，冇安尼個比下去，嚟看到都冇好啊，因為個電視要轉播啊嘛計啊，繼續學喺度搶問嘅彭太國佢嘅師傅嗬，喺度問佢喎。王太師吼講佢要拄到乜個險氣嘅事情無？我係台中嘅，我這邊訓練嘅吼，陣啊，學生吼，陣啊去台中去開啦吼，啲點喺台中開，拄好吼，成事啲掠歹人啦吼，唔知因在犯什麼罪啦，唔知影吼，掠歹人陣啊對啊，伊嘅即間店嘅邊仔有一個。行啊，陣啊走安尼，吼兩個刑事伫對安尼，走真緊安尼，我迄個徒弟吼佢出來看呢，對甲安尼看，怎兩個人吼，一個走頭前，一個走後邊，兩個串陣啊，則哭了安尼，我徒弟也想，當是安怎，陣啊去甲講，是安怎呢？要甲耶穌講因安尼，要甲扶起來，要甲扶起來，伊敢若手比講，頭前迄賊仔就對啦，安尼啲串甲講，迄個緊行鬥掠安尼，我個徒弟啊吼，啪走去，陣啊吼，將迄個人吼，陣啊甲吹落，拄好佇走身煞甲吹落，那劈落，陣啊迄個人陣啊劈落，迄個歹人陣啊劈落，伊陣啊甲扭起來，因兩個安尼。操！安尼哈，去到地則用手咬啊咬嘅。安尼有可愛無？對，這就是講吼，其實你講嘅對，迄兩個警員平常時可能無欠少訓練，訓練較無遐夠，困無傷多啦。對，結果你嘅徒弟啊，因為逐工攏有在練嘛。對，也都會講吼，王太師佢講，佢個拄到也有擺吼，個警察吼要做個測個時間。唔知出嚟啊，非常嘅圖片啦，吼，也反應都出去啦。個反應咧，這都做出嚟以後，兩個警察兩枚
对过来的时节，对到吼出甲魔力的，台体内下咧，传开吼，啊，其个土地，其个石个咧，都夹砸过去，一下都放下伊个。哦，也都会讲，有练的人同无练的人都有当差当多吼。我继续请问，个师傅王太师吼，其个。人咧皮带头，冲爱个皮带头按西杂，我咧皮带头吼，即细。黄大师，为什么你会比阮会搁较大个，而且搁大足济，而且当中吼搁一只狮，这是到底为什么原因？这是有啥物故事啊？对，都爱讲按遮讲起来，因为即个我即马人兼阵啊跳工我散落来，因为我无咧做选手嘛，无咧做选手吼。惊负担伤重，我较早是140几公斤，140人公斤，做现出的时间，嘿哦，迄阵你台顶你甲人拍吼，你甲外国人拍，迄是一定爱食较肥吼，无咯，嘛毋是肥呢，我看你是嘛瘦，练啦，嘿，阮伫比赛拢有体重嘛，啊，你若讲伫台顶，你若讲一个30来人扒落，你就疲劳啊，啊，你若吨位有够遐，你敢若拖拉机甲客停车相争，当然拖拉机赢啦，啊，这就是吨位嘛，啊，吨位你都要练咯，练出来吨位袂使食肥的吨位啊，结实。啊，这皮带头是安怎？因为甲你散落甲有啥物关系？无，啊，我迄阵啊，即个啊，我伫台顶，伫台顶是用英文伫甲我介绍嘛，用英文伫甲我介绍。我伫台顶啊，这是我伫比赛台顶，伫国外比赛，伫国外比赛。阵啊，因咧观众吼，我伫比赛有迄个嗡安尼，若你拍人有迄个，敢若使着嗡安尼哦。你哦，你会画，会安尼，搁来安尼。会当回想迄当阵是安怎吼，画文条啊，莫受大声哦。我来你画咧，安尼吼，要互你死安尼安尼安尼吼。啊，因咧观众阵啊用来用劲安尼阵啊用甲我来用劲加油安尼安尼阵啊迄个我阵啊即个记号走出来。即马要出来比赛，连咧主持迄个伫介绍人嘛甲你讲是来用劲，来用劲啊，倒也来用劲。哦，所以你落尾即定做迄个。我才阵啊，我甲即个用注册商标啊。像即马吼，你若对咧师傅出去吼，也填咧师傅出去吼，甲师傅吼，甲师傅出去的时阵，是毋是行路有风？啊，是有真侪人会认你伊嘛？有当中人很熟悉佢无？也熟悉吼，后生诶，后生诶可能毋知啦，毋知啦吼。嘿，个有50岁以上诶，也身上受记吼，伊个做起诶，从伊个是较多啦。运动界吼，也摔跤大王吼。冇人认识啦，所以唔像以前做起傅达人都去做报体育新闻，跟着傅达人同佢都亲好，当接像我做起练的时间，常常要上个体育新闻，也有个联播也得，常常有按那个像新闻华视新闻杂志，当接上电视所以也大部分也50岁以上人场，大部分就地较多。能地气吼，然后请问有体育界一般就会有安尼影响。像王师傅吼，其个名吼，王金蛮吼，迄名认为其迄蛮个字，其迄无卡其蛮个字，你是伫厝内是毋是蛮仔囝？蛮仔囝。哦，所以你迄个买字才蛮嘛吼。哦，迄因为安尼关系啦。对啦。啊。歹势哦，还要搁请问哦，唔该师傅吼，拿到按到体重，唔去比赛有比赛拿到嘛该奖无？我奖吼，我去个讨管有我个手机去访问的时间的，佮讨佮也福卡也一体检吼，讨诺贝排到第8吼，再
加层那种，嘿牙个排泄吼，牙个种较少吼，所以伊个合适黏偏偏啦。哦，啊，你买个咱有少喏。系啊，泰式比赛就有啦哈。以前像人先基本台北烟哈，以前做起台北烟比赛，你一定要得冠军，真可以代表台北烟300万撒，迄时候300万撒，代表一个极量的人才可以参加起源比赛。所以所以唔咧同台北烟代表台北烟那个比赛，唔做冠军。哦，所以就4冠军咧，现在全烟咧冠军都4冠军咧，全国咧冠军争有一个纪录，所以纪录当多摆的。哦，过日本哈来要举办哈，一个比赛哈，要举办就有当好的成绩啦。日本的杂志也要做转播，要做较大的广告报道。哦，实在无简单嘞。其实旁来讲同个生意人讲，伊个合适吼。年安尼都安尼奖牌韩国无拿到。哦，奖杯啦，奖杯啊，奖杯安尼都当到诶。像往太史该搁较大吼。哦，计留当留下像杂咯。要机会吼。好啊。人家个细伢子有戏个啲。好啊，有机会吼，一定要来参。个报纸因为早期无像遐媒体按清楚来播送嘛。早期像报纸很难啦。也吼，也媒体较多都伫个吼，像泰家己吼在个比赛场。那看到该彭泰国的时间，一天要为佢来加油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哦，今日访问到遐吼，非常感谢彭泰国，非常感谢吴大叔吼，来到节目当中，甲咱讲较济，互咱大家知影讲，什么是武艺吼。其实呢，透过武艺加种嘅方式吼，来锻炼自家嘅身体吼。当然唔系希望大家去老人严加上大。迄来保护自家，也做嚟锻炼自家嘅身体，也系最重要嘅。好，今日暗香风法到家下为止哈，感谢各位收看，也感谢两位来宾，and 下次见，拜拜，谢谢，拜拜，谢谢。好，张海。